講到這動保的議題，來看新竹竹北火車頭呢，有貓仔是互人用這充電線甲綁甲袂緊袂動。警方接到通報去到現場，發現攏總是有5隻，其中3隻攏是用這手機的充電線互綁掉咧。目前已經把這貓仔安置啊，也那刷了呢，也會針對行為人來進行調查。這查甫人褪把體摕佇塗骹邊仔，有幾啊隻古錐的貓，不離個詳細看，其中3隻攏用手機的充電線綁安安。動保團隊接到通知了，趕緊通報警方到現場救貓。為啥咧綁哦？伊有專用的迄個鎖啊，無共哦。為啥安尼綁呢？啊，袂歹綁我偷掉就好啊嘛，咱我也無虐待伊。代志發生佇竹北火車頭頭前，這查甫人講，這貓是朋友寄伊飼的，因為驚貓走去，再將貓綁起來。但這款的行為已經有虐待的疑慮。其實他自己都照顧不好自己了，就不應該去動那些小動物。現場沒有乾淨的飲水跟食物，我們也認定他可能沒有辦法，就是把動物照顧好，所以可能就是先帶回這個動保所，讓這個動保所這邊，然後去安置這些那個小貓。新竹縣動保所指出，這貓經過初步檢查，健康狀況攏無問題。不過，這查甫人照顧貓的方式無妥當，會去調查看敢有違反相關規定，若有會依照動物保護法處罰。如果構成傷害的話，違反動物保護法那第6條的規定，然後會處3000到15000的罰款。然後這個虐待傷害的話，會依受傷的程度不一，然後有加重罰。動保所講，目前這貓是暫時安置佇動保所內底，等相關程序完成了，會開放一般民眾來領用。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。